22日下晡，台湾商船联合总会副会长黄瑞勋、海岸商船发展协会理事长黄顺平前来台南市政府致敬善款，由台南市长黄伟哲代表受赠，并会赠感谢状。而促成这桩美事的市员区理事吕维应、蔡小维共同出席记者会，表达鼓励和肯定。商圈的朋友在这波的这个疫情里面，坦白讲都是受伤的啦，很多服务业都是受伤的。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还能够自己能够大家发挥爱心来支持我们防疫第一线的防疫人员这个是让我们真的是深深感动。我们有时候看到企业家、艺人动辄捐几千万、几千万，那当然是好事。但是我们小老百姓捐一些这个捐10万、5万其实我们都非常非常感谢。那所以谢谢商圈联合总会我们黄副总会长还有我们海岸商圈黄理事长，还有我们感谢我们吕文议员、邱立议员，还有蔡小薇议员的媒合能够这个大力相赞这个让我们第一线的防疫人员非常感动，也充满了力气那希望说我们台南都平安，希望市民们都健康，也希望台湾都能够平安。黄伟哲表示，在疫情影响之下，同创商圈朋友心机，但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也是看到众人发挥大爱，做伙来支持防疫，真正使人感动。在这次疫情当中，经济受到冲击的弱势家庭一定有所增加。在政府资源有限状况之下，更需要结合民间资源，透过公司协力合作，和政府部门甲民间团体共同成为社会安定的后盾，做好更加侪弱势族群。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我们